下车啦，两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然后女的是正常，男的是那个盲人，两个男的，所以他们的手机有没有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他们两个手机都是那个语音输入，全部都是对。这边好像在庙会吧？是不是？邦嘎这边在庙会。刚伸完懒腰，没有，今天右脚有点不太舒服，就踩下去踩油门嘛，踩下去会。就是脚底板会有一点好像不舒服的感觉，但不至于到痛啦，还好，还可以忍受。但也没有办法，这就是职业病嘛。没有，那两个是盲人，对，所以有一个正常的女的带他们这样走。那个小恩啊，你萧煌奇可以点别首歌啊。对，反正你就是一个萧煌奇配上N 个Only 哦，一个萧煌奇配 N 个 Only 哦，这样是这样子吗？好像是天上是圣诞绕境，好像是的，但我没有仔细看。小安有听到吗？在喊在哦，人在歌在，人不在歌不在哦。TA 晚上好。哦好，下次就会有第三个。
等一下，我先开个窗户。那个酒味还蛮重的。然后通风一下。7点半，你们吃饭了没啊？还好我有戴口罩，不然待会被熏死。刚刚就被熏死。没有，我虽然有戴口罩啦，但是你那个酒味那么重，还是闻得出来，闻得到哦。我还记得那时候刚感染 COVID-19 的时候啊，我那时候是整个嗅觉都没有，我好像也是大概隔了半年多吧，半年至1年吧，才慢慢嗅觉有回来，才闻得到味道，不然那阵子是根本闻不出来香跟臭。但我记得我好像是最后期才感染的，前面都没有。你看我们在外面，接触那么多人，都在密闭式空间，虽然那时候都有开窗户，但是感染的风险也是很大。会唱吗？会唱吗？啊，你不让我吃过去，好吧？风让云长出花，满天的花，无声开在乌云之下，然后又飘到哪里呢？忙碌在人海的人，你过得好吗？是不是想念着心中那炙热的梦啊？他多久没说话？在飞云之下，以为忘了的家，在耳里说话，叫我别烦心。
因为西门町怎么感觉没有很多人？怎么还没8点？自助餐店已经关门，已经要收摊了，那么早吗？发薪日哦，发薪日是几号？每个公司不太一样。像我以前公司就是每个月25号，对，但是它是领当月的，所以它等于是多给你5到6天的薪水。因为老鼠，跟老鼠有关系。因为马路上有老鼠，所以大家不敢出门嘛。没有啦，没有那么多老鼠啦，老鼠都躲起来了啦。哪那么多老鼠啊？它还有方向灯呢，这台超屌。有多少人能称兄道弟？还会有谁忍受你的脾气？不是所有的话都那么有意义。这个门开一点点是这样。不喜不他忘记关门了吗？很危这险。杯酒只关于情谊。很少看到老鼠。请你敬我们今天今地。因为前一阵子说很多老鼠的时候，我也没看过老鼠。总会有一点那么点含蓄，可心中感受却无法言语。四海的朋友，谢谢有你，你们在哪里？我的朋友兄弟，四海的朋友，感谢有你。每一次相聚，舍不得分离。这边常常会出现人家手挥挥。你好，小心。
好。
好像你曾在我隔壁的房间，人们把难言的爱都埋入土壤里，袖手旁观着别人经历，撇清自己。我听见了你的声音，也藏着颗不可见的心。我躲进挑剔的人群，别人深处找到颗星星。我以为别人掌握热情的人情，你却像一张情书，感觉很出奇。人们把晚来的爱都锁在密码里，字正腔圆的演说，撇清所有关系。我听见了你的声音，也从这颗不可见的心。我躲进挑剔的人群，也一生就找到颗星星。你听不到我的声音，把脱口而出是你姓名，想确定我要遇见你，就像曾经交换过眼睛。我好想在哪儿见过你，我好想在哪儿见过你，我好想在哪儿见过你。我在这里。你要绕过去大门吗？没有，左边才是，因为它单行道。我绕过去好了。这边是单行道。
对，他那边是单行道，所以要绕过去。应该在这边而已。对。165。谢谢。好，小心。酒会有？不会啦，没那么夸张啦。谁喝的，谁没喝？更何况我刚有开窗户，而且我车上还有那个空气清净机，所以等一下就没有了。刚刚其实已经没有，其实已经没有太严重，没有味道太重。是怎样的？看不懂。哦，我被他吓死。我打个方向灯，打个方向灯就要切出来。好歹来看一下吧。吓死我了！他等我一下哈。
走。哇！多少年以后，有人说，爱情这东西快8点半了嘞。也许它却是风景，也许过了今夜不再有。过了今夜我将不再有。也许今生注定不能更有。眼看那爱情如此漂泊，只有含泪让它走。它的背影已经慢慢消失在风中，只好每天守在风中，任那风儿吹。风儿能够让我想起过去和你的感觉，只好每天守在风中，任那风儿吹。风儿能够让我想起过去和你的感觉。多少年以后，有人说，爱情这东西不会长久。也许它却是分离，也许过了今夜不再有。过了今夜我将不再有。也许今生注定不能更有。眼看那爱情如此漂泊，你去吃饭了没啊？只有含泪让它走。它的背影已经慢慢消失在风中，只好每天守在风中，任那风儿吹。风儿能够让我想起过去和你的感觉，只好每天守在风中，任那风儿吹。风儿能够让我想起过去和你的感觉。3姐晚上好守啊。在风中，任那风儿吹。风儿能够让我想起过去和你的感觉。不要再滑起了啊！在风中，任那没有在看的是不是？白痴，他就是只要滑过来都没有在看，有病。吓死他！你们开车，你左切右切，你至少看左边右边有没有车子嘛？他连看都不看。看他摆明就是没有在看的啊。我们你要切左边，切右边打方向灯，好不好？对，然后打完不要马上，你不是边切边打方向灯，而是你要先打方向灯之后，再看有没有车子再切过去，应该正常的逻辑是这样子。对。
还是直接这样子要切进来。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，候鸟出现它的影迹。带来远处的饥荒，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。雨声白雪飘零，燃烧少年的心，是真情融化成一幕，倾诉遥远的祝福。遇到这种三宝真的是无言。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打瞌睡。可能在看手机吧，或者在滑手机吧，才会这样的。谁能不顾自己的家人，抛开记忆中的童年？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？青春不解风尘，胭脂沾染了灰，让久已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。放假2天呢，你们要去哪里庆祝吗？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，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为明天幸福虔诚的祈祷。挥挥手，手会挥。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我眼睛。不用啊，是的。小心哦。我们走忠孝东路。是。然后我要去三重，因为我们必须经过火车站。对。好。就是参加一个英语的作业，然后真正的体会就是
就不能够出国，我就觉得，所以我就是我很沮丧，然后我就开始去思考，为什么我老是走不成？你说就是我曾经拿出国外的时候就1999年就那个，他讲朋友，你才来就要走，不行啊，1年后才去，人家就是这样子一帮我。然后1995去的时候，我就想要不要这样，然后就发现不对啊，我很多中文都没有写，欠台湾的地方写，然后我就回去，结果没有想到2003我就工作场所就换了，然后工作场所换了，那时候我就想，那不可能，8年后再说，那就是我8年后的事情，我一定要出去，而且做这件事情，从此又是，然后有一个大学，你看那个真是很多，所以我还没有同意，我就说你看，就是要为了这件事情去做安排，就是我第一个就要去，然后我接下来在美国要去哪几个地方，我就是出去安排的，可以的就回来，台湾没有就是这样。老师现在没有什么。没有，现在还有官司产生，对不对？那个总是要解决。我就想说，因为要不然我就丢着这件事情，我根本就不会去管它了。那这就是那个。然后现在就是我2月40号我刚成立，就知道了，这整个事情都我最后的阶段就这样。所以我欠台湾男友嘛，都是有原因的，对。没有，直接切8的路过来。那你不能给我跑那个，我要经过火车站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就是就不能跑市民大道。我们有跑市民大道，我就不会走的。老师这边前面他可以在华山那边就会接。对啊，对啊，哦，是直接这样子切西瓜的方式，你不用再绕到忠孝东路切过来，对啊。因为走8的路，我就怀疑是要走市民大道。没有啦。所以这就是你。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一年？那年是我是在国外参加视讯会议的，在波士顿，可是你还没来。我还没来，可是我看老师那时候的信，老师好像是历经波折才回来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写信，我讲说好像你的行李还不见，没有，这是2023年，不是。更早以前，因为我是21年来，那时候我就就是刚疫情的时候。没有啊，那你就指的就是2023年，因为2023我去了一趟美国，因为他们来那个邀请，突然间啊，我是21年，然后老师之前更上第一次开视讯会议是20，对，那时候你有吗？没有，对，那时候我在波士顿跟他们视讯会议，我回来的时候是3月回来，2月29上飞机，3月1号回来，3月2号美国爆发疫情，就是这样。而我的飞机的起飞都是混过的，所以呢，我本来很高兴，我终于可以离开。我的确是跟我说，你要不要去？谁知道是3月？我去哪里都去不成，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沮丧啊，然后就想要好了，我就摆烂了，基本上，然后我也不是重新弄房子，然后把它弄好了之后，没有想到德国就有一个邀请，然后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德国联络，然后就，那你就是3个礼拜写2篇论文不是吗？然后就去了，然后去了一趟，去了1个多月，1个月，去了然后回来，就因为去那一趟才想到，然后我必须来办研讨会，所以就2020忙死了那一年，然后接着我在同学节，然后那一年所以去年在其实就是身心都受到很大的冲击。
我从来没有那样过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说哪一件事情难倒过，需要那样子。然后后来大概就是药物的影响，然后我就算休息，其实都在沉淀状态，都在沉淀状态。然后一直到7月，我做一件事情是你们不知道，你们那时候没有发现我都在开完会我都流泪下，因为我都去一个地方去学画。对，可能就是我们吃饭的位置，因为他在南京公园，在兄弟饭店对面。那就是南京附近。对。然后呢，我是想知道因为我不是就是看标是最后没看到，我也知道我左右脑有什么问题。然后那个老师跟我说，你就是缺少训练而已。那也是一个揠苗助长的。前阵子你们没有听新闻，还有参加画展，根本都是他画的比较多，我只是打底，后来我根本没有空理他，所以那个我都没有参与。我说没有办法了，我给我自己3年。所以我那时候每个下午我就走路走到那里。老师，你是为什么会想要？因为我觉得画画是我的热情，唯一我觉得我不会，那我想知道为什么。就是我到5千开始，然后后来我跟ChatGPT 讨论，我的问题，他说你的问题啊，是你专注力太强，过度有效，也就是说，你会看到你的目标，你就专注到别的你都没看见，其实是这样的，这是负面的。可是，对，那的确不错。就像我没有办法去出去散步，我一定要有目标，我才会出门。像我漫无目的的在路上就这样走，我没有办法，我都边走边走。他们跟老师的那个。没有？今年更忙。那因为那个都忙，没有，那个时候才会开始而已。那我现在就是，我就回头看，我从2020就摆烂了，然后2021，基本上都我以前的动的能量比那几年都多，我等于跟休息。然后2023年的时候，我有可以动，但是其实不是真的。2024以前有这些通通没看，但是我没有办法，年纪的时间去，我有身体的状况，然后去年其实整个精神是休息，那就是不好的状态。然后后来我就不行，那休息是不适合我，我就是要动起来。所以我从去年开始，人家来找我签名，跟大签名都不让我。来找我，我都说 yes。所以我现在这么忙的状况之下，律师每2个礼拜来跟我谈一次性侵案件，我就跟他们说，因为他们要了解我说你不敢，但是我知道你的心，你们来跟我讨论对了，那你把你的心这一点是我前不久，因为好像是有一件什么事，那我就转给他信了，我说这件事情怎么回事，怎么会这样？他说他来了解一下，可是他没有看到那个信，我已经忘记了。然后就那次到现在，就是久一次。上次我请他帮我review 一篇那个翻译的文章，那到现在还没有下文。老师很忙。我也是好的。我之前跟老师一起，就是帮那个，好像是司改会一起写个法官那个规则的字，就是翻译那个文字。哦，真的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很久是刚进
是进糖浆之后才翻出来，因为那个案子本来应该要在1年内完成，然后因为老师太忙了，我们拖了2-3年。哦。我现在想起来，我还要去催稿，催那个袁杰，他已经让我催很久了，4月就跟我说要给我，现在还没有下文。就是催文章催不出来，黄晨宇才不会被我催。虽然说2个礼拜前他正教的，说要开始负责当那个，没有那小董那么久不是吗？对，这个例外，我这个例外，他们都觉得你是跟我不是原有的去年的1年前到出来都没有办法，然后大家很熟悉，就是这样。而且呢，我本来半年内要做好，但是大家都没有到齐，所以我就没有催了。然后就开始生病，整整生病了将近1年。这个转角好不好？在哪里下？这个转角走过去就是东门了。我们已经黏你了，还好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加油加油，有机会可以来见面。好，拜拜。3重，中正南路。好。下桥右转。好。第1个红绿灯回转。好。所以你是在下桥的左边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的。这是哪个歌手啊？永邦。啊？永邦。永芳。永远的永。然后呢？然后那个这个永邦啊。永邦啊，邦。那这是台湾的歌手？应该不是。现在好像都不分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很难分，不是不分。可是你这种发音也不像中国的啊。不是，他好像不知道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吧？哦，马来西亚。对。上的是不是？对啊。所以不错啊，现在订阅都不用钱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 YT 是没有会员的话，它就会被 YT 插广告。对。啊，有会员就有会员就不会有广告。所以这首歌叫《风的线条》啊。没有，这首这边有写。每次都想问你的名字，我刚刚就在想，不是这个就是那个。对啊。时间已做了选择，什么人叫做朋友？偶尔心情却难一点就透。闭上类似的生活，太多该说，却非三月亮里能形容。可能有时我不够。
是啊，声音好像更用力。现在都不知道到哪里去。真的。可能到中国。不能到幕后去。对啊。当别人经过过。走吗？闪黄灯那里。停。对，旁边嘛。而且只有大张的。没关系，等我一下。七百先给你，等我一下。来，谢谢您。老师，生活是如此的自由。那一段最记着的往事，随着周遭日子在改变。我就一直来三重怎么了？还要去救些什么？将来有天我们会老化，你还要去承诺些什么？原本日。这边吗？你刚叫车的这边吗？不是，啊？我是招手的那个。对了，我知道，我是说你要照这个地址是不是？对。所以你刚按而已啊。刚按然后就马上取消掉。哦、不好意思。不会。信用有点赶。
时的相出完证回来而已。啊，我先跟你说，我明天去进香3天哦。2天，我们要去花莲。对，啊，我想说，我想说你等下回去的时候钱给我多一点。3天呐，身上不能没钱的。我刚讲了，你没听到吗？啊，进香3天啊，然后2天晚的1天进香啊。2天，我要去3天啊，前2天是玩，然后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玩，然后我去3天，有2天是玩的，有1天是去进香的。我朋友，就我朋友，不知道有谁，朋友叫的没，就不是讲不是就是高伟那边叫的没。不是高伟那边叫，就是今天那个认识很久，然后今天那个啦，今天也来帮忙，当我有没有空，我要旅游啊什么的。3重的吧，应该3重的吧。啊，等下，对呀，确定干嘛？就确定啊，等下确定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我等下回家洗个澡哈。然后我要去拿衣服，然后换完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要再过来3重一趟的。啊，你现在哪？你现在赶快先回家，再坐计程车啦。因为不是你听我讲完嘛？你看看今天我们出5连的啊，
然后黑人叔叔啊，他给我600多，叫我赶快回家，然后弄完东西再过来武林，因为我那个朋友说他在武林载我啊，对啊，所以他说就是你现在我等下回去弄完对不对？你也赶快回家啦，你现在不是给我钱哦。3重一间公民派出所，坐计程车现在刚到派出所了。我没有去那边路过而已。旁边的，就是上次我不是桥下旁边啊，等红绿灯那边啊，三民街那边啊。你赶快回家，不要不讲，你赶快回家，拜拜。啊，你家载我到，你家载我再过去5年了，好不好？你赶快，拜拜。如果我们不曾看过对方这么苦，如何知道快乐一转身就是痛苦？想不到你追望的泪水，一刹那让我踏这大步。如果我们不曾走过感情这条路，知道心窝是最沉重的包袱，年少轻狂的好日子，一懂事就结束。如果我们不曾看过对方这么苦，如何知道快乐一转身就是痛苦？想不到你绝望的泪水，一刹那让我踏这大步。如果我们不曾走过感情这条路，如何知道心窝是最沉重的包袱？喂，OK 了，我知道，我现在在赶回家，拜拜。
这条对。在里面。石像哦，没有，不是。大致上在这里。谢谢，那这样多少170，啊？所以前面可以走，前面前面好像不行。它就是石像啊。不好意思，这是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刚刚还在问你说是不是石像，你跟我说不是，结果是石像。好，谢谢，不好意思哦。是不是石像？哎，跟我说不是，这叫不是石像哦。石像不是石像，不清楚吗？我不相信。我不要在破碎的镜头里接受你的逃避和存在。我从冷漠的角度望去，含泪的眼该如何表白？现在的记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明明对，就觉得这一条是石像，因为它没有通到别的道路去，只有这边是有通的，一条有通，一条没通啦。那我就觉得那条没有通，所以我故意问了一下。那你石像，你要早点说是石像，因为我真的很讨厌开到石像去。睁眼说瞎话，是啊，是睁眼说瞎话。不是啊，你是不是你住这边，你不知道它是不是石像，所以我才故意问说啊，前面可以出去哦。哎，不行，你住这边你不知道，你住这边你不知道是不是石像吗？那不就是胡扯？不是你说是，哎，没有关系。可是你不要骗我说不是石像。我最讨厌对骗人的人。永远是对的，狗屁。好像一场演不完的戏，让我们都看得见过去，让我们都看得见过去。不是，其实我只是想说，他会不会跟我说实话而已。当然连我都骗我，那就代表他电话中跟人家，对，也是骗人家讨钱。而且他的家人我不知道啦，但是我觉得他也是在骗人。这么小就在骗，他看样子就是20出头不到吧，差不多。我知道不是你的夜才为谁叹息。最讨厌骗人的小孩。
么是你？能不能停止哭泣？不要让岁月将我忘记。可以不懂从前，不懂过去，不该告诉我已离开你。我愿意在梦中传说不可能的相逢，我会在雨季来的时候拥有孤独的生活。我愿意在梦中期待不可能的相逢，我会在明天来的时候告诉你这是我心里的话。能不能停止想你？潇洒走过是我自己。可以不懂从前，不懂过去，不该告诉我什么是你。能不能停止哭泣？不要让岁月将我忘记。可以不懂从前，不懂过去，不该告诉我已离开你。我愿意在梦中传说不可能的相逢，我会在雨季来的时候拥有孤独的生活。我愿意在梦中期待不可能的相逢，我会在明天来的时候告诉你这是我心里的话。来打不懂过去，不该告诉我什么是你。没有到差到爆啦。潇洒走过是我自己，可以不懂从前，不懂过去，不该告诉我什么是你。能不能停止哭泣？明知苦酒袂解手，偏偏为你饮香酒，一杯一杯来应付，我又何必来强求？谁知拄着爱情的无手。不敢信，我不敢信，你也会往往是理由。爱你我情对嘛无敢受，不敢信，我不敢信，我是少酒甲忧愁，夜夜为你心痛夜夜。人袂当到永久，请你两早放开我的手，运命半阵负，情路满风雨，用情的人心事谁人负？
酒袂解手，偏偏为你饮香酒，一杯来应付，我又何必来强求？谁知拄着爱情的高手，不敢想，我不敢想，你也会往是理由。爱你偌深，你嘛无感受。不敢想，我不敢想。这中间不知道做什么，我是有道只酒甲忧愁，夜夜为你心痛呀。这边就已经有了，原本就已经有了，怪怪。两人袂当到永久，请你两早放开我的手，运命半阵浮，情路满风雨，用情的人心事谁人负？不敢想，我不敢想，你也会往是理由。爱你偌深，你嘛无感受。不敢想，我不敢想，我是借酒甲忧愁，夜夜为你心痛夜夜忧。两人袂当到永久，请你两早放开我的手，运命半阵浮，情路满风雨，用情的人心事谁人负？命运是一件奇怪的事情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也许有很多人，他们彼此认识，也许不认识，可是那却像命中注定似的，互相牵扯着彼此的命运。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，我的存在竟然影响着哇，小心！你说看那边哦，有的看得到还好，没有很暗，还好。爱不会就此结束，就此分手，爱却分明还没到尽头。会不会男女隔舍，宇宙环流？我们已坚持很久，是否你没有把握而有所保留？我却为你放弃了自我，是否我给你太快，给你我太多？今天来几次三重了，心甘情愿犯下的错，爱那么重，爱那么痛，给我再多勇气也没有用。对你再坏，对你再好，这一切再也不能阻止你逃。爱那么重，爱那么痛，给我再多承诺也只是空。如果太苦，让我忘掉，一颗心只求你真正的明了。我现在看那台是你上，有一点面包车的感觉，不过它就此结束，就此几乎没有什么
后车厢几乎没有位置可以放东西，因为它应该停在我的左边，所以我在观察一下。就这一台啊，左边这一台。我却为你放弃了自我，是否我给你太快，给你太多，心甘情愿放下的错。爱那么痛，爱那么痛，给我再多勇气也没有用。对你再坏，对你再好，这一切再也不能阻止你逃。爱那么痛。到底要叫你大姨棒还是小姨棒？我谁的年纪比较大？情在深也不能改变些什么，情再浓也不能解开这爱的枷锁。这边是要干嘛？延伸是不是？那那条路延伸过来。叫我的心更不安，爱情丢内漏到谁都不管，手里淡淡的烟草里麻痹我的忧伤，笑我自己太傻，还嫌弃风浪。你曾是我的依靠，被你一再的灼伤。是晚上了吗？当然还没。当然是还没。都怪我不够勇敢，你娘的就能取暖，不断争吵还要假装故作坚强。我被击败了，你是击败人，对你的期望太高，玩弄了我太伤人。我被击败
了。你是最超然的几百人，我才刚刚交出真心，你却口交我的真诚，流入某个海洋里翻腾。星巴克都开到几点了？10点是？应该没有24小时才对。没有啦，我都是回家再吃啊，不急啊，不急不急。工作的时候就要认真，对啊。你是几百人，对你的期望太高，玩弄了我太伤人。你被几百人，你是最超然的几百人，我才刚刚交出真心，你却口交我的真诚，泪如某有啊有，我每天都喝很多水。在这个冷气房呢，对，车子吹着冷气，还是要多喝水。而且车子因为我基本上我都会带水啊。边教育好久没有点这首歌了。我才刚刚交出真心，你却口交我的真诚，飞入某个海洋里翻腾。你是最巨大的击败人。你是几百人。哎，你要改名字了，哼。快去载妹子，快点，4个。4个妹子，快点！哎，前面载的啦，那个一定又要去那个。每次在那边载到的都是，就是去什么 KTV 的。
个人在干嘛？对，左甩右甩。希望个点来，以前甲爱情，拢会是伤害。你的相已经咱伫身边，也是我想悲哀。想要家己离开，用心行一摆，明人的世界无我主宰。是我不应该把你的阮心内，是有时间互咱伤心容易的爱，做一个平静所在。是我不应该把你的阮心内，当作是阮带伊做成一款暧昧，就无来想着伊是你的爱。是我不应该把你的阮心内，只有时间互咱伤心用你的爱，做一个平静所在。是我不应该把你的阮心内，当作是阮带伊做成一款暧昧，都无来想着伊是你的爱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。記得當年姨媽姑姐最愛勁歌金曲，入邊嘅人講嘅語言聽懂就叫做廣東。錄影底猶如歪咗，再睇過從唔識聽唔識講，不知不覺嘴巴就跟住蠢蠢欲動。當時香港仲係娛樂圈嘅大佬，當時功能同佢泡脆佬冚唪唥都仲未紅。郭富城陪我跳舞，張學友陪我殺戮，華仔救我揸摩多追女玩黎明肥下 disco， 班上最錯嗰4個就四大天王，頭髮就整到好淋濕嘅咁先夠威幫，成日頭髮好暗歌，但未見夢中秋香，家駒不羈歡中勸我草動手手識唱，但為何成績不能開闊天空？唱一首，揀一首經典懷念嘅廣東歌，就算憂鬱心難過，唱出一首代表我。唱一首，再一首，奔跑最愛的廣東歌，回首青春的情歌，甜蜜苦楚心迷惘，有你共我。一人有一個夢想，但未必人人攞獎。贏咗就獨家試唱，輸咗就自己林兒當自強。命運顛沛流離，浪子的心聲暗湧。選擇咗最見理想，就一世活到半斤八兩。風繼續吹，想擁抱回憶，但情已逝。呢個世界有錢揾世，冇錢買行唔到喜帖街。歡樂今宵一齊首歌到聽至，懂分懂流一生何求歸衝許一聲詩。大個眼睛想旅行嚟到花花宇宙，女仔我一追只想一生跟佢走。雖然還戀愛第個天，但最終都好心分手。揾幾個男人去 KTV，又係嗰班一齊走過光輝歲月嘅最佳損友。唱一首，揀一首經典懷念嘅廣東歌，就算憂鬱心難過，唱出一首代表我。唱一首，再一首，奔跑最愛的廣東歌，回首青春的情歌，甜蜜苦楚心迷惘，有你共我。
揀一首經典懷念嘅廣東歌，就算憂鬱心難過，唱出一首代表我，唱一首再一首，不朽最愛的廣東歌，每首青春的情歌，甜蜜苦楚心裏望，有你一起走過的日子，就似牛哥嘅粵語殘片，寫給自己的情書做不覺得的漢子，夕陽無限好，未能同你忘情，身擔好漫步人生路，祝福大家今宵多珍重。今宵咁珍重。天团。喜来登，但人家说这喜来登已经很旧了，里面的设备。少了熟悉背影，从离开那起，这里都没变色，超过时间记忆，双手捧着心，寻找一个回声，就闭上眼睛。乘着光速暗夜飞行，我的不小心伤了你的心，好想紧紧拥抱你，温暖着你，你不在身边。夜空明月清明，不管宇宙有多少改变，直到彗星化作云烟，一定要追寻你。有一天，让爱回到身边。夜空明月清明，我不管银河有多么远，直到你往心里幻灭，我魂魄消失前一回神，你隐现已消失在眼前。默默问着天，讯息为何眨眼？流星消失瞬间，这边在奥迪展 Q3，往事有时有上演，仿佛是昨天。如果还有再一次相爱机会，我不会后退。夜空明月清明，不管宇宙有多少改变，直到彗星化作云烟，一定要追寻你。有
来应该是好天气吧？是不是？看一下哟。明天95%呢，还是只有午后雷阵，降雨几率95%。你从那头瞧着看，月光下一轮美满气势般的老街上，你我走过的地方，那段斑驳的砖墙，如今到底什么样？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。谁在暮来唱那首牡丹江？我聆听感伤的声音，悠扬风铃摇晃，情人醉乡，相约的小村庄，露水般蓝香。谁在暮来唱那首牡丹江？我脚步轻响，走向你身旁，思念的光透进窗，银白色的温暖洒在儿时的窗。南拳妈妈祖上叫那个女的叫梁什么？梁什么？我又忘记了，好像单飞了嘛。倒映在这湖面上，你从那头瞧着看，月光下一轮美满气势般的老街上，你我走过的地方，那段斑驳的砖墙，如今到底什么样？到不了的都叫做不是吧？我说那个主唱啊，梁3个字啊，梁什么的。后来用就出个人专辑。一夜下就可以万家香。
就会解脱，试着自己去生活，试着找寻自我，别再为爱蹉跎。只是爱要怎么说出口，我的心里好难受。如果能将你拥有，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。第一次握你的手，指尖传来你的温柔，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，谁知道会有多少愁，多少愁。你好，小溪。欢迎到那个内湖，内湖的哪里？那个环山路那边。内湖环山路票。对。那我走复兴路北地大道，好不好？可以。
是不争气，没有这么快，社会安静。就连眼泪是会在提醒，根本无法放得下你。记得还是找到了我，排山倒海来袭。一定是我不够好，所以你才想要逃到天涯和海角，躲在别人的怀抱。你能不能不问我的好不好？不要故意躲开，不让我知道。只要你过得很好，什么都已不重要。我不会故意打扰，更不会让你烦恼。我每一夜不问你知不知道，傻傻流着眼泪，默默的祈祷，希望你过得好。是日久不期有梦就放弃，总是不争气，没有这么快，社会安静。就连眼泪时刻在提醒，根本无法放得下你。记得也还是找到了我，排山倒海来袭。一定是我不够好，所以你才想要逃到天涯和海角，躲在别人的怀抱。你能不能不问我的好不好？不要故意躲开，不让我知道。只要你过得很好，什么都已不重要。我不会故意打扰，更不会让你烦恼。我每一夜不管你知不知道，傻傻流着眼泪，默默的祈祷，希望你过得好。总有一天你会看到，爱与爱渐行渐远之道。我会义无不摧的力量，让你知道。一定是我不够好，所以你才想要逃到天涯和海角，躲在别人的怀抱。你能不能不问我的好不好？不要故意躲开，不让我知道。只要你过得很好，什么都直走吗？都直走吗？啊，环山路啊。这里是哪里？环山路。环山路。嗯。有哪里可以休息？休息什么？我就应该在这边休息一下，明天再出去。所以你要是这边是环山路，你刚才也跟我说到环山路来，然后OK，好好。啊，所以我现在这是环山路嘛？啊，对，OK，好。然后我看一下，这里是那里，环山路。这边环山路2段。好，你快点停啊，谢谢。我在停啊，谢谢。我失去了全部的世界，在这山
你可以把那个音乐关掉吗？好啊。好，谢谢。所以我直走到哪边？直走，哎，到哪边？我在那里讲，哎。还是直走，哎。哎，这绿灯。还是直走。你看这前面那个红绿灯，前面旁边有人。这个红绿，这个是闪黄灯，不是，前面再过去那个红绿灯。哎，那个前两边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沙发。嗯。啊，没有，你刚才一直踩那个，踩在哪里？这边呢、你刚才一直踩这边呢、你看到吗？有吗？嗯，好了好了，随便了，没有就没有，不是啊，你叫警察来好了。没关系。我要赔，我自己叫警察来好擦没有，我了。们下次你擦了啊。不是啊，你叫警察来好了啊。你要以为我要有那个不行的，我叫警察来好了。我自己擦的，好不好？不是啊，你叫警察来好了啊。然后呢？可以啊，然后呢我要赔我赔啊。我不用你赔啊，我自己擦的啊。我不是啊，我就让赔你这样讲好像是我不对呢。不是，你刚才在动来动去，一直踢那个，有没有？我没有听到那个。好了好了，算了算了，我不想跟你吵。哦，不想跟你吵。不要这样子哎。来下去。哎，我们付钱呢。对，你付钱，然后你一直踢那个，有没有？不是啊，你可以好啊叫警察来嘛。算了算了来下车我等警察来嘛。来下车。问到那边啊。好，下车下车。我自己擦的啊，我也没叫你赔，我在自己擦的。你这样讲是我不对。我没有说你不对啊，我自己擦的。我说你刚才一直在动这个有没有？你刚才也没有。好好，造成什么样的损害？没有损害，说我自己擦的嘛。我没有造成什么样的损害，哥哥。我如果造成，我可以处理啊。啊，没关系，没有，我不要你处理嘛。不是嘛？我自己擦的啊。你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说你一直在动那个有没有？我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害。对你没有，但是你不要讲这样嘛。好，我不想跟你吵了，对不对？赶快好不好？我不想跟你吵了，可不可以？我自己处理了啊，我自己擦的啊，我没有要跟你吵。大哥，要不要下车？你那个发票可以开给我们。我可以开给你啊。谢谢。这不是发票，是收据哦。好，我跟你讲 ，OK， 我知道。好，因为我们这个东西是我错，我没有说你，我从头到尾没有说你错。不是，你刚刚讲那个好像是我的问题。不是，你刚才有没有踢这个？你有没有踢这个嘛？有没有？我没有啊，不然你可以叫警察来嘛。我如果损害你的车子没有，我没有叫你我处理嘛。我没有说你损害，我从头到尾没有说你损害，但是你有没有踢？有没有踢？没有。好，没有，好，谢谢你哦，谢谢，感恩，可以啊 ，OK 了，我自己都擦了嘛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哦，哥哥，没有，我没有，好了，谢谢了，好不好？感谢你，我也不是那种，我知道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好了，要不要下车了？你可以下车了吧，大哥，哦，没有，我只是这样讲，如果我错，好，我会处理，好，是
你不要，我没有怪你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啊，哎，小心哦，哦。他明明就喝呛了，什么鬼？他从头到尾一直在车上，好不好？对，然后用脚去踢前座椅，对，一直在踢哦。我是说他一直在东踢西踢的。然后我跟他讲，他又说没有，明明就有，好不好？有病嘛？那他拿收据就是要去申诉，好，我就让他去申诉，好吧？你要申诉你就去申诉，对不对？真的是有问题啦，快晕倒了，情绪很不稳定，对啊，说要去休息，好不好？然后现在又说这边是他家。真的是一个火大，算了，走了。明明就有踢，跟我说没有，啊，我也自己擦了，我从头到尾没叫他擦，没有吧？我从头到尾都没叫他擦哦。我从头到尾也没有说，对不对？你有破坏哦，我没有这样讲哦，对不对？你有踢就有踢，没有就没有，好不好？明明就有，他摆了一副就是怎么样？你有踢，好不好？我也不会怪你说，你有踢，好不好？我自己擦干净就好了。对，脚长的人难免会踢到前面，这我晓得。但是你不能一副就是，我没有，你想怎么样我怎么样？我没有啊，你想让我怎么样？我有说你有吗？对不对？我也没说，要你赔啊，我有这样说吗？等我一下哈，需要找个地方。小麦停止录制。
56分，57分。没有，我先把那个行车记录器抠下来。说他付钱，我没有载他过来吗？付钱。拖上去了。我先下载下来再说啊。等一下哦，我先下载下来。我现在一肚子的东西。不是，我是觉得做人需要实在一点。你有踢，对，你在醉的当下，你真的有去踢他，你何必说没有？而且从头到尾我也没叫你赔，对，我从头到尾一开始我也是拿抹布自己在擦，我也没说什么。但一句承认道歉有这么难吗？现在的人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一句道歉啊，不好意思，这样有很难吗？很难吗？对，我也不要你赔啊，也没有弄坏东西啊，我也不需要你赔啊。
好了好了，走走。星已碎，景已碎，狂風在控，街燈暢聚，黃燈有罪，紅燈有罪，連黨列舉，表演絕句。Origins like I should suck as I crack and attack on my time tracks. Suspicious of payback, I read back and break seas of they hit the bridges like a revolution here to stay. I break the lock, bust your shot, open shot, I never wait for the cops to say stop. Kiss your girl, we feel like an illusion, I'm living life in an evolution. 标什么？没有要标了。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人怎么真的对他年纪还有一点，大概应该也50几岁吧。你做错事承认就好了，我也没叫你怎么样。那一副就是不想承认，算了，我也不想跟你吵，对，不想承认就算了。我有付钱，付钱什么？付钱就可以踩吗？付钱我有载你过来啊，没有吗？谁敢来踩場？